他不是说有人不是梦考吗？考修心方面的问题吗？考境界。如果是梦到在一个班级里，一个同学晕倒了，别人都不敢上去看，他赶快把他救起来了，这是考的啥呀，师傅？那考的无畏啊，无畏不是啊，无畏不是啊，人家不敢，他敢啊。我过去就这样，我在学校里就这样的。我才不管老师呢。一个同学如果突然之间难过了，在边上或者晕倒，人家都不敢上去，我就上去了。那师傅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不是现实社会中不是有的老爷爷倒了，有的人去扶他，这个老爷爷赖他是他把他撞倒的，这是什么原因的因果呢？你要做好事的话，你还怕悲啊？那师傅帮多少人看，我怕自己身体的，我从来不顾自己身体帮人家看图腾的。明白了。这个就是境界问题啊！那雷锋甚至发着高烧还在帮人家推车呢，被老妈骂呢。对不对啊？明白了。对。